影壇大哥洪金寶，中環影壇超過60年，地位舉足輕重。佢一手帶出嚟嘅洪家班，赫赫有名，培養許多傑出嘅武生，位位身手不凡。今年73歲嘅洪金寶，近年飽受咗糖尿病嘅困擾，過住半退休嘅生活。而大仔洪天明近來默默以洪家班之名作慈善公益工作，轉型做品牌之餘，更力捧首位洪女郎。洪天明近日與洪家班到咗杭州探訪老人院，佢作為代表與老人院負責人握手打招呼。洪天明介紹，洪家班係我以前搭嘅武術班底，但係我哋現在已經係一個品牌。隨行嘅有內地嘅新晉演員陸飛兒派飯，兼與老人家傾談。洪天明又穿上印有洪家班嘅 T 恤，單米出錢出力相當有心，值得一讚。家人們，今日我帶住洪家班嚟到重慶西金烏徑老家園同埋老人家們囉囉嗦傾偈，將佢哋準備嘅老人嘅需要嘅物資、常用嘅藥品挨到送到手裏邊，睇到叔叔阿姨笑出皺紋嘅面孔，突然覺得公益唔係單方面比喻，而係用真心換真心。感謝西尾烏嘅老人們，教會咗我哋歲月會老，但係溫暖永遠年輕。洪家班公益行，洪寶寶西金烏徑老家園公益在行動。國際武術武打巨星洪金寶嘅兒子洪天明與港姐太太周家慧於2006年結婚，婚後育有兩子，大仔洪大人同埋細仔洪景熙。轉眼間洪大人已經12歲，踏入咗青春期。近日佢與爸爸父子檔同櫃出鏡拍攝影片，帥氣外表吸引咗網民嘅注意，大讚其顏值超越咗佢個爸爸，更帶有韓系嘅歐巴氣質。洪天明近年主力喺內地發展，並迎合大環境，於社交平台拍片做 KOL。近日佢帶兒子去咗雲南西雙版納旅行，享受親子時間，並喺社交平台上傳咗父子溫馨嘅片段。洪天明寫道：今日帶個仔仔去游泳，就係天氣有點涼，親子時光。影片中兩父子游完水，坐喺池邊享受美食。期間洪天明展露咗慈父嘅一面，兒子個面額一下親一下，可見父子嘅關係密切。但比滿台美食同埋溫馨嘅畫面，網民焦點卻落喺2歲嘅洪大人身上。洪大人不僅遺傳咗父母嘅高大身材，坐喺嘅時候頭部已超過佢爸爸嘅肩膊，而且越大越靚仔，面上褪去咗幼稚嘅氣，多咗一份靚仔嘅氣。面對鏡頭嘅時候略帶羞愧，舉止斯文，不少網民大讚高顏值，鼻高高加上一雙單眼皮，
甚有我爸嘅氣質，長大變好靚仔。兒子靚過老豆，似爸爸但比爸爸靚仔。仔仔有啲似熊仔嘅氣質，而且值得一提嘅係洪天明嘅生母曹欣玉係韓國人，因此洪大人隔代遺傳，韓系長相亦唔足奇。而爺爺洪金寶一向視兩位孫子為金菠蘿，如今大孫仔顏值成為熱話，想必笑到見牙唔見眼。